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4月15日，星期三。香港樓市繼續風起雲湧，無論係大額蝕讓、名人放盤，定係新盤重售，都成為市場焦點。先睇返今日最矚目嘅個案，兆萬集團吳氏家族成員吳子堅近期連環沽出嘉禧3伙，成為城中熱話。早於2018年，吳子堅以約6600萬掃入大埔白石角嘉禧7個兩房單位，當時市況熾熱，樓齡新，前景好。不過港樓經歷幾番上落，佢近日決定出手套現，分別以675萬至700萬成交3伙，合共涉2050萬。相比當年購入價約910萬至957萬，每伙帳面蝕足200幾萬，加埋納稅同使費，蝕幅達到42%，亦反映市場由高峰回調嘅威力。剩低4伙，佢現時放售實尺約15000，較當年購入時的18000尺低超過20%，似乎仲有議價空間。講完兆萬集團，再睇一宗話題性豪宅盤，已故移民顧問關景雄先生位於又一村海棠路62號嘅遺產洋房，現正由第一太平戴維斯以招標形式放售，截標日期係6月9日。呢間7號屋實用面積3224尺，3層高，連地庫同天台，有4房4套，私家升降機，前後花園。當年佢喺2016年斥資1.1億購入，今次招標重現市場，相信會吸引唔少豪宅買家留意。轉睇新盤方面，大圍柏傲莊3成為焦點，由新世界發展同港鐵合作，項目早前以招標形式售出52伙，套現超過12.8億。發展商研究修訂價單後，今個星期六將再次開價單重售88伙。上週末開放現樓參觀，錄得差唔多5000人次，現場氣氛熱烈，睇得出買家信心重燃。同樣週六推盤嘅仲有啟德海灣第2期，由嘉華國際、會德豐地產同中國海外合作開發，折實售價由560萬起，去貨表現理想。至於其他新盤，亦有新高成交。雅盈豐一個1房單位以1489.6萬沽出，創項目雙新高，呎價升至39200元。海堤灣及 Double Coast 系列持續錄得成交。發展商透露，首季新盤銷情理想。整體而言，第一季度一手成交量按年顯著上升，購買力仍在釋放階段，市場氣氛明顯改善。再睇二手市場，近月出現多宗短炒獲利個案，樓價反彈令炒家再度活躍。3月短炒個案明顯增加，入伙新盤同大型屋苑都有業主趁勢沽貨獲利。不過10大屋苑上週末成交回落至單位數水平，主要受新盤分流及部分業主反價影響。整體氣氛方面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連升2週，樓價升勢持續穩健。部分細價屋苑冇傾價成交，反映買家入市意欲強勁。講返宏觀走勢，戴德梁行最新發布2026年第一季香港物業市場回顧及展望指，中東局勢雖有緊張，但未對本地住宅交投造成顯著影響。第一季成交量按季升9%，按年更急升53%，突破18650宗，各類型單位價格都有升幅。內地客入市同樣積極，首季錄得3882宗成交，總值約426.9億，按年大升。至於商業物業方面，戴德梁行同仲量聯行數據顯示，中區甲級寫字樓租金按季反彈5.5%，金融同保險業需求強，已連續10季錄得正吸納量。4大核心區一線街鋪平均空置率跌至4.2%，創疫後新低。預料上半年租金仲會升2至3%，全年甲級寫字樓租金預測升幅約1至3%。雖然整體供應近年收縮，因賣地減少，近3個財政年度平均每年只有約6000伙住宅地皮，比高峰期少約45%。不過，政府計劃加快北部都會區規劃，長遠供應有望穩定。
講返宏觀走勢，戴德梁行最新發布2026年第一季香港物業市場回顧及展望指，中東局勢雖有緊張，但未對本地住宅交投造成顯著影響。第一季成交量按季升9%，按年更急升53%，突破18650宗，各類型單位價格都有升幅。內地客入市同樣積極，首季錄得3882宗成交，總值約426.9億，按年大升。至於商業物業方面，戴德梁行同仲量聯行數據顯示，中區甲級寫字樓租金按季反彈5.5%，金融同保險業需求強，已連續10季錄得正吸納量。四大核心區一線街鋪平均空置率跌至4.2%，創疫後新低。預料上半年租金仲會升2至3%，全年甲級寫字樓租金預測升幅約1至3%。雖然整體供應近年收縮，因賣地減少，近3個財政年度平均每年只有約6000伙住宅地皮，比高峰期少約45%。不過，政府計劃加快北部都會區規劃，長遠供應有望穩定。